今集內容由 AI 導播，多謝收看及關注。璀璨之城主演張智霖、吳卓羲、高海寧、張曦雯、姜大衛、陳瑩、江美儀、陳曉華、陳偉、蔣祖曼、孔德賢、鄭子誠、黃子恒、蔣嘉文、周志康、倪嘉文、蔡一智。故事大綱：上利豐酒店集團嘅聯席行政總裁張智霖飾演嘅官孝賢同吳卓羲飾演嘅官孝軍兩兄弟係集團裏邊兩大最高勢力。張曦雯飾演孝軍嘅老婆黃雪瑩，孝賢一直睇孝軍唔順眼，當正佢係眼中釘，明爭暗鬥，不斷搶地盤。為咗瓦解孝軍同佢老婆黃雪瑩嘅強大班底，孝賢宣布同香港檢控官高海寧飾演嘅洪海韻結婚。海韻同雪瑩本身係閨蜜，都係喺10月初5皆大。雪瑩為咗嫁入豪門，搶走海韻嘅情人孝軍。孝賢利用海韻心裏邊嘅仇恨，變成攻擊孝軍夫婦嘅武器，強強聯手，成為最恐怖嘅組合。加上姜大衛飾演阿爸官至心嘅管治，呢頭家變成一個扭曲嘅戰場。野心係美德，鬥爭有獎賞，貪婪被鼓勵，仇恨就係善良。